大家好，我係大家姐。一講起 Coffee，林千如，而家新一代網民、媽媽觀眾第一印象一定係8萬訂閱瑜伽女神，自律超強，身家過億，住豪宅，有一對可愛仔女，人生徹底逆襲嘅完美女強人。但係對於一班由細睇娛樂圈大、食足多年娛樂花生嘅資深港民嚟講，Coffee 身上永遠撕唔甩最震撼、最經典、最難洗白嘅一個標籤，就係2014年中環 IFC 殘廁風波。呢件事明明已經過咗足足12年，時間足以令娛樂圈換幾代新人，足以讓大眾淡忘黑歷史，足以讓一個人徹底洗白上岸。所有人都以為呢段荒唐年少往事從此塵歸塵，土歸土，徹底忘記。偏偏近期36歲嘅 Coffee 接受專訪節目《由零說起》，首次相隔14年，主動全面聲淚俱下重新還原殘廁事件真相，仲首度公開炮轟當年 TVB 高層樂熱玲，極度冷血不近人情，爆料自己當年只係收24,000蚊遣散費就被光速解約，仲被高層當面判死刑，講一句極之絕嘅說話，無人夠膽用你。如果單純睇呢段專訪劇本，正常觀眾一定會覺得哇，好勵志，一個被娛樂圈判死刑、被全世界放棄嘅女仔，靠自己頂住抑鬱、頂住網暴、頂住人生低谷，白手興家翻身做1級 KOL， 做幸福人妻媽媽，絕對係香港娛樂圈最強逆襲勵志神話。但係現實永遠比戲劇殘酷。呢條專訪片一出街，連登 Facebook、Threads、YouTube 留言區全線大翻車，大批網民完全唔收貨，零共情，瘋狂怒轟，太離譜。當年成個香港都聽過30分鐘原版音頻，有碰撞聲，有衣物摩擦，有曖昧喘息。而家上岸做媽媽，有錢有命，竟然美化成只係入廁嘔吐，男方入去照顧，當全港市民係聾嘅，係傻嘅，唔講還好，一講徹底越描越黑。大家姐，今日呢條片唔洗白，唔踩死，唔跟風網暴，唔帶情緒偏見，我哋用100%史實，當年完整音頻細節， TVB 真實解約內幕，家族背景，藝壇生存生態，品牌爭議，正反證據，徹底拆解呢場12年後嘅超大型羅生門。究竟 Coffee 今次講嘅嘔吐論係真係委屈，定係成功之後刻意篡改集體記憶，美化黑歷史？網民嬲嘅真正核心係乜？而一個由谷底爬返上頂峰嘅女人，到底有冇資格修改自己嘅過去？今日大家姐同大家一次性講透、講絕、講明白。1. 悲情潮州童年，高壓家暴，讀書失利，注定反叛嘅少女宿命，所有性格、選擇、人生軌跡，其實全部都可以喺原生家庭砍到根源。Coffee 原名林婉霞，1989年出世，出生喺一個極度傳統、重男輕女、鐵腕管教嘅潮州家庭。大家姐好熟悉呢類潮州爸爸嘅性格，大男人主義，講權威，講規矩，唔講溫情。細路仔講多錯多，動輒體罰，從唔會讚半句。Coffee 一家7口，細個逼塞喺北角10200尺石房生活，環境擠迫，經濟拮據，毫無私隱。爸爸管教極之嚴苛，一言不合就用衣架藤條體罰。佢嘅童年、星期日、假期，好多時候都喺恐懼、被鬧、被打之中度過，從來感受唔到家庭溫暖，從來冇被肯定過。長期活喺高壓、壓抑、否定環境入面嘅細路，通常得2種結果：變得自卑、懦弱、逆來順受；2. 徹底反叛，骨子裏大硬骨，唔認命。Coffee 明顯係第2種。佢細個曾經只係想打波減辣，都被爸爸粗暴阻止、嚴厲責罵。當時年紀小小嘅佢，直接憤言離家出走。呢份不服輸、不受控、寧折不彎嘅性格，已經注定佢一世都唔會行平凡安穩嘅路。再講大家最忽略嘅真實學歷與少年困境，好多人以為明星細個醒目、讀書叻，但其實 Coffee 從細就唔係讀書材料。小學就讀北角街坊會陳維洲夫人紀念學校，中學階段因為成績、品行、搬屋問題，先後轉讀青松中學、林漢光中學、萬軍匯知中學，頻繁轉校，適應不良，成績長期低迷。當年香港會考，佢最後只考到極低分數。喺那個為讀書高嘅年代，會考低分幾乎等同被主流社會判咗前途無望。屋企人當時直接放棄佢，覺得呢個女仔冇出息、冇將來、無藥可救。後來佢都有努力過，考入浸大國際學院讀副學士，想為自己搏一條出路，但枯燥、
壓迫嘅學術生活，根本唔適合天性活躍、嚮往自由嘅佢。2008年，人生轉折點正式到臨。19歲嘅 Coffee 經朋友介紹認識 TVB 金牌監製錢國偉。當年錢國偉一眼睇中佢，樣貌甜美，身材出眾，氣質青春，非常適合做當時大台最火嘅綜藝節目花瓶角色。就咁 Coffee 成功入行，加入經典節目已分高下，成為星之天使其中一員。藝名雪梨。19歲，冇學歷，冇背景，冇人脈，冇家底，從細缺愛、缺肯定、缺機會嘅佢，突然間有舞台、有曝光、有收入，可以唔使再睇屋企人面色，換邊個19歲後生仔都會毫不猶豫找住呢條救命稻草，所以佢果斷一夜退學，全身投入娛樂圈。呢個決定為佢帶來短暫嘅舞台光芒，亦都注定咗佢往後好幾年只能喺大台做消耗品式性感花瓶。而呢個選擇亦令佢同爸爸2年零交流、零對話，徹底決裂。好多人而家事後諸葛，話佢年少輕狂，唔識讀書。但大家姐想講句公道話，對於當時嘅 Coffee 嚟講，讀書係痛苦，家庭係壓迫，生活係黑暗，娛樂圈係佢唯一可以自救自立見光嘅出路。只不過大台從來唔會憐憫冇後台嘅新人，冇背景、冇資源、冇學歷加持嘅女藝人，想搶鏡、想有公開。當年最快、最現實亦最殘酷嘅途徑就係賣弄性感，呢亦都係佢悲劇演藝生涯嘅真正開端。而 TVB 花瓶歲月被當小丑、被消耗、被輕視嘅2、3線辛酸，入咗 TVB 之後 ，Coffee 憑住甜美樣貌、34D 出眾身材，被傳媒封為港版瑤瑤，一時間都有少少話題度。但係大家姐非常清楚大台生態，性感路線等於一次性消耗品，公司唔會栽培，唔會捧佢做女一，唔會幫佢建立正派形象，只會不停安排佢做閒角、做花瓶、做搞笑配角、做性感工具人。當年同佢一齊做星之天使嘅有劉莉、陳蕊蕊、李月彤等人，一班後生女仔。表面青春亮眼，鏡頭前嘻嘻哈哈，實質內卷、競爭、被壓、被鬧係常態。Coffee 近年自己都坦言，當年嘅自己年紀細，唔識規矩，唔識做人，太活躍、太癲，成日彩排期間玩過火，態度輕浮。亦因為咁，佢曾經被監製錢國偉當眾大米，粗口怒斥：玩完未？要玩出去玩，好玩咩？幾十個工作人員、藝人面前公開鬧、公開羞辱，呢種卑微、難堪、冇尊嚴嘅感覺，係每一個大台底層新人嘅共同陰影。隨後幾年 ，Coffee 劇接劇，不停開工，但角色永遠一模一樣，不打自己人，性感模特，耀武長安，醜化搞笑哨牙妹，衝上雲霄二，沙灘曖昧調情配角。觀眾對佢嘅標籤永遠係身材好、花瓶、狐狸精、專業戶、諧星配角，冇代表作，冇正派角色，冇專業認可，只靠身體、靠賣相、靠搞笑搏鏡頭，一路捱，一路消耗，一路被定型。直到2014年6月14號，一單震驚全港嘅風波，直接將佢幾年努力清零，將佢推入萬劫不復嘅深淵。32年最大爭議，30分鐘完整音頻實錘，逐點拆解嘔吐論最大漏洞。來到成條片最核心、最關鍵、最引爆民憤嘅部分，我哋直接對照 Coffee 2026年最新官方說法 vs 2014年原版完整音頻實錄。Coffee 最新訪問還原版本。當年24歲嘅我，正值人生低潮，剛被醫生男友出軌背叛，情緒崩潰，夜夜借酒消愁。事發當晚我飲到大醉，極度反胃不適，走入中環 IFC 商場，殘次嘔吐。當時同行嘅富二代林之宇，只係出於朋友禮貌，擔心我醉酒出事，所以入廁照顧陪伴我，全程只係朋友關心，純粹生理不適，根本冇任何曖昧，冇任何越界行為，只係當年傳媒誇大，網民抹黑，外界誤解我12年。呢個係 Coffee 而家想要建立嘅受害者，單純醉酒被冤枉嘅洗白劇本。大家姐拿出2014年全港公開30分鐘真實音頻鐵證。當年狗仔隊全程尾隨門外高靈敏收音流出嘅半個鐘音頻，全港市民、全港傳媒、全港娛樂圈人人聽過，記憶絕對唔會錯。音頻入面清清楚楚記錄4大無法抵賴嘅細節。第一點，極度曖昧帶撒嬌感覺嘅露骨對話，男方詢問去向，女方用完全唔似醉酒嘔吐，
反而極之溫柔撒嬌嘅語氣回應：我唔想去大陸，我想留喺香港。試問一個反胃、狂嘔、身體不適嘅人會講出呢種曖昧心態對話？第二點，持續不斷、密集劇烈嘅撞擊聲、肢體摩擦聲，成段音頻長達30分鐘，不停出現砰、動、摩擦、撞動聲音，節律密集，持續時間極長，完全不符合一個人對住馬桶嘔吐嘅聲音邏輯。第三點，多次清晰女性曖昧、喘息、呻吟聲，呢個係最致命、最無法洗白嘅鐵證。音頻多次出現放鬆、曖昧、非痛苦式嘅女性氣息聲，絕對唔係嘔吐，唔係身體不適，唔係暈眩。第四點，開門一刻超反常反應，30分鐘之後門一打開，幾十部相機閃光燈直撲面。Coffee 第一反應唔係虛弱，唔係難受，唔係嘔吐後潮水，反而係尷尬、面紅、大笑意嘅手足無措，隨後先慌忙逃走。當晚返屋企，佢驚慌同家人講嘅第一句話係：死啦！我唔知頭先發生咗咩事，我被人影相，被人錄音。呢就係全港網民集體暴露，覺得被侮辱致傷嘅真正原因。如果真係單純醉酒嘔吐，朋友入去照顧，請問嘔吐可以嘔足30分鐘，有節奏撞擊聲，嘔吐可以嘔出曖昧喘息撒嬌對話，嘔吐完可以面帶尷尬笑意，心虛慌亂。大眾從來唔係唔原諒佢年少輕狂，唔原諒佢做錯事。大家最反感嘅係成功上岸之後，硬係要將所有人聽過見過嘅鐵證事實扭曲成完全唔合理、超低質嘅洗白劇本。你願意認錯，願意坦誠，年少荒唐，大眾反而會敬佩你坦蕩，敬佩你重生。但你硬要將乾柴烈火嘅年少越界講成純潔無辜嘅嘔吐救援，就等同踩線全港人集體記憶。當所有人係無知傻瓜，呢先係今次大翻車嘅核心關鍵。4. 最冷血對比，南方光速國籍 vs TVB 24,000蚊死刑式解約風波爆發之後，男女主角迎來天堂與地獄兩種完全唔同嘅命運。男主角林之瑜，達利集團富二代，名門之後，家族家底厚，律師團強大。事件一出，佢團隊即刻啟動危機公關，零回應，零露面，零承擔。光速離港避風頭，徹底切割，消失人海，將所有風波、所有輿論壓力、所有網暴，全部留俾當時只得24歲、冇權冇勢、人工低微嘅女藝人 Coffee 一個人承擔。上流社會最現實、最涼薄嘅自保手段，喺呢件事上面展露無遺。而最令人心寒嘅，仲有佢當年嘅娘家 TVB。Coffee 今次爆出嘅解約內幕，100%真實，絕對冇加水，完全血淚史。事發之後，大台為保企業形象，即刻召佢返將軍澳電視城傾解約。當日佢搭的士入電視城，10幾架記者車亡命追截，闖紅燈跟拍。司機見佢可憐，主動飛車甩開記者，識表不收車費，仲幫佢走小路避風頭。一個外人都懂得憐憫嘅女仔，偏偏自己公司毫不留情。樂易玲辦公室短短30分鐘會面，冷冷擺低一張24,000蚊支票，作為所有合約結清、所有努力買斷嘅遣散費，仲要當面送佢一句終身封殺判詞，冇人夠膽用你。24,000蚊買斷晒佢幾年電視圈努力，買斷晒佢演藝前途，買斷晒佢所有機會。20出頭，一夜之間名盡、財盡、前途盡，被全世界拋棄。隨後1年，Coffee 患上重度抑鬱，極度焦慮，匿喺朋友屋企避世，日日崩潰喊。曾經1個星期唔沖涼、唔照鏡、唔願見人，長期活喺自殺邊緣。網民嬲佢講大話係一回事，但係 TVB 當年嘅冷酷無情係另一回事嘅，絕對真實。一間培養藝人嘅公司，出事唔保護、唔輔導、唔心理支援，只顧切割、只顧摘清自己，用極低價錢趕盡殺絕。亦都正正係樂易玲呢句冇人夠膽用你，徹底激發咗 Coffee 骨子裏潮州人嘅硬氣。所以而家大台多次想邀請佢回巢上節目做嘉賓，佢次次霸氣拒絕。我要保留我最後嘅尊嚴，呢份骨氣大家姐絕對欣賞。5. 從24000負資產到1級 KOL，Coffee Sweat 創業逆襲與爭議盲點，跌落谷底，被娛樂圈封殺，身無分文。正常人早就頹廢沉淪，放棄人生，但 Coffee 偏偏係越逆境越強嘅人。
既然主流電視圈唔要佢，佢就自己開闢一條全新賽道。本身持有專業國際瑜伽導師牌，2015年開始，佢全力經營 YouTube， 主打全粵語、零性感、純專業、平民親切嘅瑜伽修身教學。第一，粵語市場超大藍海，當年健身瑜伽頻道清一色普通話、英文教學，零地道廣東話，詳細拆解呼吸、發力、拉筋技巧。港澳大馬粵語觀眾極度缺呢類內容，佢一出即刻壟斷本土市場。第二，徹底切割過往形象，收起所有性感賣弄，轉做陽光、自律、健康、專業形象。觀眾本來入片想睇笑話、睇熱鬧，最後全部被佢真實、有效、夠限量嘅教學圈粉。第三，地獄級自律，高頻更新，風雨不改，日日更新，全年無休，靠極度恐怖嘅毅力，短短幾年突破100萬訂閱，成為當時繼 GEM 之後香港極少數擁有100萬金嘅藝人頻道。時至今日，頻道累積180萬加訂閱，數億播放量，絕對係香港頂流本土 KOL。隨後佢創立個人瑜伽服品牌 Coffee Sweat， 由教學變實體生意，由流量變資產，成功翻身做身家過億豪宅自主創業女強人，當年24,000蚊被掃地出門嘅落難藝人，今日已經成為娛樂圈最成功、最勵志嘅自我重生典範，亦都係近年最多嘅質疑聲音。而感情生活方面，2018年佢成功嫁俾圈外優質澳洲籍馬來西亞華人銀行高層翟志榮，先後誕下一子一女。雖然第二胎曾經經歷染色體異常虛驚，但最終都平安度過。而家一家4口低調幸福、美滿安定。反觀當年國籍走人嘅富二代林之瑜，多年後一樣迎娶名媛雷怡輝，繼續上流風光。兩個人各自走過低谷，各自重生，各自精彩。本來早已經互不拖欠，徹底翻篇，成件事由頭睇到尾。大家姐最後同大家講最真、最透、最人性嘅心底話。第一點，我極度佩服 Coffee 嘅重生能力。試問全香港有幾個人可以承受24歲名譽盡毀，被公司棄養，被男方割席，被全港網暴，重度抑鬱，人生徹底清零之後，仲可以靠自己一雙手、一張瑜伽墊、一份堅持，由負資產翻身做億級女強人，建立幸福家庭，活出頂峰人生。呢份心理質素，呢份毅力，呢份求生欲，絕對係頂級強者。第二點，但成功絕對唔代表可以篡改歷史，欺騙大眾記憶。今次風波翻車嘅根源，從來唔係網民唔願意放過佢嘅過去，而係佢已經贏晒人生下半場，卻偏偏執意美化、洗白、扭曲人生上半場嘅錯誤。大眾從來唔介意你年少輕狂，唔介意你曾經行差踏錯，唔介意你有黑歷史。香港人最欣賞嘅，從來係知錯、認錯、改過、重生嘅真性情。如果佢今次訪問肯大大方方講一句，我當年年少無知、貪玩任性，做錯事，付出沉重代價，我後半生不斷自律，不斷努力，只為救贖從前嘅自己。不單止零負評，反而會圈粉無數，全網敬佩。偏偏佢選擇咗最唔明智嘅一條路，用一個完全唔符合邏輯、完全對唔上音頻證據嘅洗白劇本去挑戰全港集體記憶，最終結果就係越描越黑，自毀口碑，白白打碎多年建立嘅真實人設。第三點，人生真正強者從來唔需要完美包裝，只需要坦蕩面對。每個人都有過去，每個人都有荒唐，每個人都有錯。成功嘅意義從來唔係抹走從前嘅污點，而是讓今日嘅自己超越從前嘅自己。Coffee 而家擁有嘅一切，豪宅、身家、事業、家庭、口碑、自由，全部係佢日日夜夜爆汗、自律、堅持換返來嘅真實成果，絕對值得擁有。只不過贏得人生，千祈唔好輸咗坦蕩。聽完大家姐今日從背景、音頻實錘、娛樂圈生態、人性心理、創業爭議全方位拆解，你哋真心覺得今次 Coffee 訪問風波係網民太執着，不願放人過去，定係自己太執着，自作聰明，越描越黑？歡迎評論區大聲講出你嘅真實睇法。